哎，侬回来啦？啥啥洞都哭好啦？没有啊。怎么啦？十里帝王又刁难侬啦？哎，比刁难还厉害啦！厉害法，讲出来，阿娘叫侬出气。十里帝王以鼓动自家，要侬嫁给十宝宝，做自家的第三房媳妇。阿爹，侬答应伊啦？我回来同侬商量家。不嫁？十里帝王我明朝就托媒人来下聘礼的。我不愿意，他会强亲不认。阿爹，接着嫁为王，阿侬不嫁？哦，好过。三花到哪里去了？他出去从来不同我说的。是啊，两只鸡，四只腿，张师傅切掉一只，还有三只，到啥地方去了？啊？啥人推却啥人来杀头，我只吃了2只鸡胗骨。老大，到三块往里找找。哦。爹，不要生气了，鸡腿吃了就算了，饭都凉了。找到了，阿爹，鸡腿找到了，3只鸡腿，3块都藏在衣柜里。这还像个家嘛！把3块给我找回来。快！3块，侬看，今儿小姐多少本分啊！同侬做局里嘛，大家的当家人啊，稳到定是侬做的。好个，但是我根本侬又可以上来当皇帝，我不会亏待侬的。好妹妹，侬看，见面到了，侬快去买嫁妆去啊，我回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啊，再熬一熬嘛，快到了。家族店城里多少人，为啥飘到这种小店里了嘛？为啥？这般小店里啊，有宝贝，进去过啊，就能讨个吉利。我是为侬啊，能稳稳当当的嫁到咱家去。好，哎呀。九金姑娘，哟，是30伯啊，这是难得的喜客，请坐。我是无事不登山宝殿，马童来了。办家长，这是我的侄孙女见张二小姐。30伯，侬要买啥个洞？喏，尽管挑。当然是要买顶好的洞，是要派多用场的。家门里3嫂呀，村中见长二小家，先好几层要成亲，今朝我陪同小家把家长忙。陈亲家，自古凤凰西梧桐，草鸡苦里
既无恙，门当户对在身边，举金如娘，你可听从我天呀哇！我讲实家的们嘛，是门当户对的呀，侬听懂吗？懂。开口见喉咙，侬的嘴巴一张，我就看见侬有几根大肠。啊，嘉玲啊，我不相信，侬猜猜看，姑婆现在在下点啥？伊呀，马同是讲，来小娘有自家定亲是真。姑婆是啊，现在嘛，话讲完了，想走是不是？不对，同是要买的。侄囡啊，侬自家看来，有几只喜欢嘛，就买几只。啊！我店里没侬喜欢的洞。搿只我喜欢，这个洞不买啊？为啥？侬买不起啊？啥？侬讲点啥？哼！我叫前早上把狗好毛，就要帮侬再小小点多拿去，不然买不起搿只小小的木桶。侬前朝倾家荡产来挖搿只洞，我也不买个。哦，莫非是只金洞？银洞啊？哦哟，难道还是只神仙洞？哎呀，三叔婆，侬到底是大队门里的族长太婆，搿只真是一只神仙洞啦！哦，才女，我不相信，写出来到哪里啊？侬要听，讲呀，讲呀，搿么侬听懂？那一天我阿娘把想到黄昏宫，我把他当上天，在座的万千点心，松亏莫了做礼品。8年来苦人，这小毛洞圆滚滚，他的苗子扎不进，你咋用它来洗头，而不会得变聪明？你咋用它来洗面，吹八卦会变俏丽人？你咋用它来洗家，断腿立刻为丈夫成？他皮肤变得大如能，胖子会变苗条人，会走上风来吃饱，家境原出108680。田小姐，你咋想用这扎神仙洞？那你牵上我也不答应。姑婆啊，那高头不发出去，小小的古董店，怎么有宝贝你啊？哎呀，搿种神仙洞，哎呀，搿种你好，我再去，快走。哎呀，侄囡啊，哪里是真的马桶啊？我闲话已经讲清爽噻，好走了。哎呀，宝贝啊，哎呀，宝贝，真叫爷子好了。
爹，你答应了？啥事情？九金姑娘的事啊。张家托人为娃，九金姑娘不愿意。五子，你怎么也来戏弄我呢？昨天是。好，是今天一早来喂的娃。唉，没有想到，我让你已经违背一个小小九金难道。哎呀，爹，你是不招拿主意，那个钱庄二小姐又要来他。哼，不要提那个称呼。老头子挖空心思耍尽花招，到头来究竟不愿意，让他把半夜爸爸，你啥真要去就近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你自己到苦洞店去。我怎么开口呢？马桶嘛。马桶啊？好，我去。四块个点子嘛，真叫灵！到底是大户人家的千金，有心机有度的。张师伯啊，趁热当铁，见讲二小姐的事嘛，好同老头子定我来了。是呀，对，这个辰光去最好了。是的。大嫂啊，话要说在明处，见讲二小姐一过门，自家个当家媳妇就是侬了。王儿啊，哎呀，你说我当家还不是同侬当家一样嘛？自作美，这句话怎么生？我跨门槛。谁呀？我是我啊。大概侬个名字还要用算盘算的，是不是？算盘？啊，不用算盘，简单的很，叫宝宝。宝宝？哎，是我啊。那对怪子接连大家聚集心里猜，昨日来了见小弟，今日又来十早夜。此部剧作究竟心怀杀鬼开，只见他走起眉头过出声，大叫我举步不知今何退，黄土10年真言说，去老母话到嘴边口来开。
哎，哦不，叫我，啊哦不要叫我，不要叫你。哎呀，不要叫我少爷。你到小店来做啥？卖东。卖东。哎，好，进来。啊。你坐呀。啊。你要卖东？我要卖东。卖啥个东？卖啥个东？啊？哦，卖啥个东？我还不晓得你。你要卖东，却不晓得卖啥个东，这不是闹笑话吗？啊？我问你，你是真卖东还是假卖东？我假卖东。好啊，昨天来了个简儿小姐卖东，今天又来了你这位公子少爷卖东，你们带大成亲，和我有什么相关？几次三番到小店里寻是生非，告诉你，君君姑娘是吧？不是个欺负的。君君。一番话，噼噼啪啪响方腔，听得我朋友家务。想我曾与蒹葭小姐定过情，跟婆子三叔婆假意买通将你上，他们有意识劝讨姑娘，你果真上了当。今日我正正经经来相帮，真心真意来典当，你不该不分真伪，将我这冤气插在我头上。不要紧的。和你莫对是好，那。哦。
爹嘛。我前生里飞舞阵亡，别过去。好了不用，我不看。只是忘了吃中饭了。啊，那好，我请你洗澡，照样晚起。三爷，侬再仔细想想，虽然人家的姑娘，怎么配做啥家大门的媳妇呢？谁是谁女人家，倒也清清白白呀。今日小姐哪一点配不上侬啥家？侬左啊一个不是，右啊一个不好啊！三叔伯，我已经讲过好几遍了，我要讨一个能当家的媳妇，能成家立业的媳妇，不是讨一个为生为养的女人。连个苦东人都讨不到，还想娶一个成家立业的当家媳妇来？可谁会嫁到你们这里来？有没有人嫁到我啥家来，这是我的事情，与你三叔伯没有关系。关系大着呢，我是三叔门里的属长太婆，告诉侬，苦东乡的人进不得啊十家市场。小弟请便，没啥好东西请侬，不好请小弟啊。谢谢了。里面大来花王，从与萝卜一香。往往点心，往往心，七次天女啊，苏梅郎，林我一林我一郎嘿。侬今朝到小店来，到底要做啥？九金姑娘，我直说了吧，我不是来卖东，是来问你。问我？不是来求你。求我？是求你。啥事体还来求我？难道有事办不出来？不是来求你到我家里去。到你家里去？帮着我一辈子。宝宝，侬是才子家的少爷，我是苦头乡的女儿，你我不配。哎呀，究竟即使金山银山，也不是两心相爱。我娶的是人品，不是钱财呀。这是真心话，那你回去吧。你不答应我，我不回去。是呆子，他俩快乐散了。就是月亮上了树，我也不回去。那好，靠你勇气。啊？此话几分答应？
究竟你对了，对了。哎呀，究竟对了。哎呀，究竟对了。夫人，明天托人去张家定亲，聘礼要丰厚些。是，爹王。下月15日节日，就与宝宝成亲，通知各路亲友来喝喜酒。晓得。阿爹啊，侬还在生气呀？昨天晚伙计买房18家，今朝又变成花样19家，我弄不懂侬到底是啥个意思了？阿爹啊，宝宝对我真心实意，女儿我愿嫁。你愿意，我不愿意。阿囡呀，侬到自家要去苦头的，请阿爹看我。1月20个人过，阿爹才能高高兴兴出家啊！阿爹啊，宝宝是好人呀！阿爹啊，用尽老无恩，点点滴滴不放心。做娘，她不言苦痛颠簸家境贫，她不怕三叔婆关弄是非来作本，她不爱见长好福的今后。端入小店，此人等，真心实意动我心，只要宝宝真相爱，我就要堂堂正正去受罪。这是对不起那娘啊！阿爹啊，连家长都办不起。阿囡，阿爹舍不得弄这家呀！阿爹啊，你是为来看侬个呀？
着呢。不行不行，我跟大哥无关系，你追开。他把他弄你啥关系？你对对看，我打你！亲你妈！30步大嫂，阿公叫我来请你们吃喜剧去。啥人要吃这种短命喜剧？我们这家门里没有这种穷秀。做啥啦？有的吃，落得吃，啥里啥气？去喜剧，我姐姐。少动！啥人要弄个喜事去锻炼？眼头啊，淡定，就今老来了，以后侬要喝西北风啦。三胖，30步啊，有主意了。什么？石宝宝真是大喜之神，新郎怕新娘，不起点，新娘子多少替新郎滚，这新郎滚下台阶了，哎呀！过去，给新郎新娘为他滚。
样子啦，从来没看到过嘛。黄婶婶近视做的吧？我说家屋里是拿不出来的。三叔婆，侬眼睛有毛病在，这是藤香。我阿爹靠手艺吃饭，近视人条是没有的。那么，那这神仙洞总带来了吧？那么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。自家人身体不善，四肢不缺，用不着我带神仙洞的。三叔婆假是要用嘛，我到娘家。呸！怎么了？三师傅，你说啊？好，告辞啊！对了，告辞，留步！哎，你们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去了啊！年冬、甲冬、木冬，举出大着晚冬，那是刚好给苦冬的噻！大嫂，今天是我新婚之期，你到底要做啥？做啥？闹房就不该挖苦人。我娶的是神品，不是假账。哦哟，第一天就一搭一档了，有好戏有得看了。我自家们是绍兴的名门才子，穷丫头进门，祖宗的蛋都贪光了。我张家一不偷二不抢，宝宝娘去我娘家，有啥对人，有啥贪财？三叔婆，侬当心点呀！要是打起来，侬还打不过伊嘞。打！鬼五句，敢动我钉子！哼！今朝我自家太婆是要教训侬嘞！啊，来上！你们岂有此理！3块4块，先客娘后客，辰光不长在，俺好起在。三叔婆，你用了简儿小姐的下眉剑还不出，可以向我家。你想把手伸到我杀家来，办不到。我杀你还活着。三爷，侬也死了长辈，不孝子孙，不孝子孙。爹，你走。3块。老董，到我房里拿3块1张2插的青布来。你们2个东窜西跳，不就是为了想做当家人吗？好，我让你们当家。欺负这新衣裳嘞！3块、4块、9斤，这里有3块青布，你们一人1块，都是1张2插。叫我做4样东西，谁做的跟我想的一样，就让谁来当家。阿爹，当家么就让大嫂、二嫂去当，我不来催个热闹。求笑了，讨鸟嘴！阿爹，根本是哪4样东西？听着，1件长衫，1条皮缎，1只剪刀，1块手巾。阿爹，1张2插不做4样东西，借啥人用？当然是我用了。
也不空叫在想出来的你。是老头子，门看真精。三夸真当聪明，比30步啊能干多啦。这种脑子嘛，最像个当家人呀。三夸拿到了当家权，自家的金山银山都有侬管啦。对那穷丫头啊，给他点老火上上啊！等我当了家，叫他吃不落，拉不出。哼！嘎逼落去，生命啊要逼出来最。
做啥？我在寻四样东西该怎么做。是呆子，阿爹差点难题，这世上是找不到的呀。啊！哎呀，爹叫你做四样东西，你就做好了一样，怎么又去整东西了呢？看你的事吧，我的事我自己心里有数。那万一三姐怎么办？哎呀，真急死人了！是呆子，看你急成这个样子，我告诉你。夫人，叫一下。是。爹王吩咐，3天一到，国王把做好的东西拿到厅堂里来。再说说，不要少了一样。到底放心，不会错的。三叔婆，侬同我一道去啊！我不去，三姐讨厌我，我也不要看伊。叫你都去，我来这里等侬个好消息。好，等些请侬吃老